丁丁今朝坐喺平台飲咖啡睇書，突然之間傳嚟一陣清香味，好耐冇聞過嘅感覺啦。哦，原來係 JJ 散發出嚟嘅咖啡香。JJ 最鍾意每日朝早坐喺我身邊陪我飲咖啡。有一日，丁丁仲笑住問 JJ， 不如你去學做咖啡師啦，每日朝早沖杯咖啡俾我飲。講完之後，JJ 開心到周圍跑。有一次早上，我唔記得攞鎖匙，返到嚟竟然見到 JJ 用條脷偷偷飲咗一啖咖啡。自此之後 ，JJ 成身都成日散發住咖啡香味。JJ， 你今日一定係學成歸嚟啦！我仲同 JJ 講笑過，不如開間咖啡社啦，由你做店長，又做咖啡師，丁丁就負責招呼所有狗仔同客人。Miss JJ Cafe 今日10月1號正式開張，咖啡師 JJ 仲研究咗6種唔同味道嘅咖啡，每一種都有特別嘅味道同用途，仲可以幫狗狗治療情緒。狗主們亦可以喺 cafe 度交流下養狗心得，甚至可能變成親家。星期日仲會搞活動，同狗狗、老人家、小朋友一齊玩遊戲。JJ 仲會帶領其他狗狗參與，透過身體接觸幫助治療病痛。因為 JJ 一直以嚟都係守護者同照顧者，佢一定可以完成呢個使命。如果大家想加入 Miss JJ Cafe Club，就快啲訂閱丁丁老友啦！JJ 喺 channel 等緊你哋啊！